哦。对嘛？对，保持这样的嗨就好了。我看了你刚才心情也很沉重。哎，要跨年了，我们已经度过世界末日了，开心开心 ，happy happy。等一下就要倒数，等一下没有了，明天啦。后天想太快了。对，后天倒数哦。你们要去哪里倒数？台东哦，都兰哦。我先帮你拍曙光，你自己在荧幕上54张 A， 这是都兰的照片。曙光。哎，你们想要看都兰曙光吗？那我去拍好了。然后我自己去买那个鲨鱼旗，然后放在海那边，吓你们！突然曙光有鲨鱼，哎，搞不好这样会有更多观光客要去看，这样也不太好，太多人对我们很好奇。啊，都然没有鲨鱼啊，没有，开玩笑的，没有鲨鱼啊，有原住民啊。然后这一年还蛮特别的，就发了专辑，然后刚好又认识4位老师，你们也常常看到我跟他们合作，对不对？可是你们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对不对？我来介绍一下，好不好？他们都没有讲过话，你干嘛都躲起来？你心情不好啊？啊，从跟我合作最久的，好吗？就是我们的贝斯手阿力。阿力要来讲话。你觉得？好了，这样我问他好了，当主持人。你觉得今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像这种比较具体，对不对？你的收，你觉得啊？应该说你现在想要讲的，你觉得最有收获的事情是什么？你没有收获，你跟我在一起没有收获，还要逼他讲话嘛？你们没有听过他的声音哦？他的声音还蛮……你要自己讲啊！你们讲话，阿力讲。阿力。听到好害羞，没有听到好害羞。好 man 的声音哦！阿力的名字很好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不是好笑啦，不是好笑，就是阿力的名字，这个对阿美族人来讲，这个字实在是太特别了。当然不是为了教坏你们，只是因为我们阿美族的年轻人每次上来跟我表演说，哥哥，这个姐姐叫什么名字？她叫阿力，阿力。那我们会惊讶，因为阿力叫做在阿美族里面叫做交配。这样比较好听，交配姐姐。不要，你不能这样想哦。我们部落的年轻人会觉得好特别的姐姐哦。完蛋了。不过这个还不算，我觉得最好玩的是我去那个帛琉的你好就叫阿力。我们到帛琉，因为我带2个弟弟跟我去帛琉表演，然后他们阿力哥，这边的人都讲阿力呢。阿力在这边你要去帛琉，他们的人都你好叫阿力，真的太嗨了。你有机会去帛琉。好，介绍我的小提琴手张黎。讲点话嘛，不要这样嘛，大家很想认识你，对不对？好，那我问你嘛，你今年贵庚啊？来啊，讲话嘛。听到不用了，有没有？有抄？好怪。不用了。你比较皮，我下一个就介绍。然后介绍我们的竖琴手乔朵。乔朵是今年刚回国，去年年底回，今年年底从法国回来，然后也是主修竖琴。他没有跟像我这
人合作过这样，因为我都不给他谱。我是改了，小朵来练团哦，好啊，有没有谱？先让我练习。谱是什么东西？我以为是那个青蛙那个谱呢。为什么？我说我没有谱啊。然后他现在是要，因为他们他们在应该学习过程都是有谱的，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大家来讲比较辛苦，因为我都是用弹的，然后跟重点是这个乐器太神奇了，有没有？有没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我就每次说，强总这边可不可以帮我加还有然后后来他告诉我这个专业的术语叫格里斯啊，我都讲我发音不标准，我都讲格里斯，强总我要格里斯，由下而上格里斯2次。情绪是兴奋的，然后因为他们要记谱，有没有？那个情绪是什么高昂，有没有？激荡，有没有？反正他们会写嘛，英文那个术语不会讲，渐强那个我不会写，对，我知道给他讲说兴奋，2次，由下而上。我要问我今年呢，你觉得最好玩？最好玩，这样好像很笼统。最好喝的饮料是什么？啊，什么？他说什么？有听到吗？他讲什么？啊，听他讲话了。这个乐器很重哎，30多公斤嘛。我在想说，他爸爸为什么要虐待儿童？这么女生练30公斤的乐器，他们这样弹很美哦，练完团很狼狈。是不是帮我叫计程车？小的是，万一我没有提早到，那就很可怜，要走楼梯。女生为什么要练这么狼狈的乐器？练这个不是很好吗？这个给男生练习就好了。下一位，我们的大提琴手宋岳，号称大提琴界的郭采洁。你头发变长了，真的。这也是郭采洁大提琴界的哦，好不好？2001届的，然后宋岳跟我从风演唱会就一起合作，然后是因为透过教会才认识他的这样。然后我想说，哇，这么好，感谢主，怎么认识这么好的女生，就教会里面介绍的，然后就跟他碰面，隔一天他去夜店跳舞。我没有他朋友生日趴啦，他朋友生日趴去夜店，我想说怎么那么冲突啊？我刚知道你的形象是从教会里面，然后你就去夜店跳舞，然后呢，夜店跟现在的本人状况不太一样了，夜店吓死了，他的眼睫毛会这样子，要眨眼睛。他应该都是素颜这样，跟我表演的时候这样。我觉得女生好像都会有这种2面，对不对？没有吗？没有爱漂亮是一面啊，我也会爱漂亮啊，我也知道。我站在台上，我就是偶像，你知道吗？我到部落里面就练大哥哥，我也会有2面啊，对不对？只是没关系，你下次表演就带那个有风的那个风演唱会，他因为我第一个碰到学乐手就是宋岳，然后也因为他才认识这么多很好的乐手，然后后面宋岳在里面当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者，然后因为练团的过程中，他会把我想要的那个声音的表情，透过他去翻译给其他的中文翻成中文，给其他的乐手知道，所以我很感谢宋岳。那你有没有帮他感谢？说的。谢谢神秘，来，谢谢你，不要这样子，好，
老师们辛苦了。然后好玩的事情就是跟他们合作之后，其实我最想要跟他们一起练习的第一首歌，也是我的偶像的歌曲。那今天然后原音重现带来这首歌，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快活。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戏，却怎么也抓不住你。